5集，約瑟夫和羅曼，寶寶游泳的第一天。那天早晨，太陽高高掛在天空，預示着這是一個適合進行特殊活動的美好日子。約瑟夫和羅曼尼要去上他們的第一堂嬰兒游泳課。在客廳裡，爸爸已經在做伸展運動，準備在孩子們去游泳池時出去跑步。約瑟夫，你準備好了嗎？媽媽抱着裝滿泳衣、毛巾和臂章的袋子問道。是的，約瑟夫熱情地回答道。我要像魚一樣游泳，我要引起轟動。羅曼娜一邊跳着一邊驚呼道。到達市立游泳池後，救生員布魯諾 Bruno 笑容滿面地迎接孩子們。他是一位性格開朗的男子。你好，小魚。今天我們要去玩水。游泳池分為兩部分，一個大游泳池，適合年齡較大的孩子；一個較小、較淺的游泳池，適合年齡較小的孩子。約瑟夫和布魯諾一起加入了大泳池的團隊，而羅曼則和媽媽一起留在小泳池。來吧，羅曼尼，我們一起走上漂浮的地毯吧。媽媽握住他的手說道。當羅曼看到地毯隨着其他孩子的揮手而輕微移動時，他猶豫了一會兒，但媽媽安慰了他。我在這裡，親愛的，我們一起去吧。羅曼小心翼翼地將一隻腳，然後另一隻腳放在墊子上，開始走路，雙臂保持平衡。我是一名走鋼絲的人，他自豪地喊道。與此同時，在大泳池裡，布魯諾正在向約瑟夫和其他孩子展示如何在水下吹泡泡。我們把嘴放進水裡，用鼻子吸氣，然後吹出泡泡。布魯諾大聲地吹着，進行示範。約瑟夫試圖模仿他，但他吞了一些水並咳嗽了。沒問題，小魚，鼓勵布魯諾。再試一次。約瑟夫再次開口，這次他緊緊地閉上了嘴。水面上冒出小氣泡，他突然大笑起來。在小水池裡，羅曼冒險去玩水滑梯。媽媽扶着他走上幾級台階，羅曼娜高興地叫了一聲，跳了起來。哇我！水花四濺，他笑容滿面地坐了起來。再次，繼續前行。約瑟夫和其他孩子玩着泡沫薯條，學習如何在漂浮時保持平衡。看，我是一條鯊魚。約瑟夫一邊說着，一邊把魚苗抱在懷裡，就像抱着貝奇一樣。布魯諾微笑着向他們發起挑戰。誰能推動球穿過游泳池而不讓球沉下去？約瑟夫全神貫注，用小手劃動，決心要到達對岸。加油，約瑟夫！布魯諾鼓勵他。羅曼現在正仰面躺着，媽媽抱着他的胳膊。看，我像海星一樣漂浮着。羅曼高興地叫道。與此同時，爸爸正在游泳池旁邊的公園裡慢跑。當他走過大凸窗時，看到兩個小游泳運動員在游泳，他為他們感到驕傲，拼笑了。散步結束後，爸爸在樹蔭下伸展了一會兒。他坐在長椅上，聽着鳥兒的歌唱，透過泳池的凸窗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。他很享受努力工作之後的那些安靜時刻，那時他可以想想自己正在快速成長的孩子們。他終於起身前往更衣室換衣服，然後回到家人身邊。當他走進台球廳時，他看到布魯諾正在祝賀約瑟夫和羅曼尼的表現。會議結束時，布魯諾宣布。
大家做得好，你真是一條小魚。他給每個孩子頒發了一張小小的參與證書。約瑟夫和羅曼收到了他們的禮物，眼裡閃爍着星星。媽媽，我想下周回來。約瑟夫手裡緊握着文憑說道。我也是，我想再去滑一次雪。羅曼補充道。爸爸也加入了他們，雖然滿頭大汗，但臉上卻掛着笑容。那麼，我的勇士們，一切順利嗎？是的，我們現在是魚。約瑟夫一邊回答，一邊假裝在空中游泳。他們手牽手離開泳池，滿腦子都是回憶，並渴望下周再次跳入水中。